国际新闻来看，冰岛的西南部去年底火山爆发，岩浆拢流到一个渔船，嘛造成有真侪栋厝火烧，虽然嘛引起真侪界的震动哦。另外，伫拉丁美洲哥伦比亚甲巴西，最近嘛因为落大雨，在做大水。伫哥伦比亚因为土石流造成37人死亡，巴西做大水嘛有11人不幸过亡。火山爆发清楚岩浆流到格林达维克镇。 岩浆流经过一栋厝，和一间厝都火烧起来，部分范围还可通看到岩浆的滚。有几个所在岩浆流过，形成壁唇。其中一个非常接近这个镇的石窟围，离无到100公尺。一位专家表示，这摆火山爆发情况真严重，全镇居民拢提了去年22月火山爆发了后，当局去防护工程，这摆有部分发挥作用。They are not finished. We have seen that they are actually providing some protection for the town, so the lava has changed its direction. But then around noon we had a new shock when a fissure opened within the town and there is lava flowing up from that fissure. 提早疏散的居民虽然像政府所讲的，唔免烦恼生命安全受到威胁，也毋过看到伊早熟悉嘅路点街甲基础设施荒废掉，有人感觉艰苦。 We grew up there. This is so. I miss my Ollie's coffee shop. 哥伦比亚大雨成灾，西部乔克省发生大规模土石流，造成数十人罹难。总统佩佐前往灾区视察，佮宣布灾区道路为做紧急呼吁，到地警会协助中介。Hay 10 personas no encontradas, que por eso todavía hay actividades. 这个区域是第12，因为强降雨引起土石流，下面一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风冲洗，经过车辆风带地内底，当局抢时间开挖救人。 巴西2月份内陆因为大雨，有人不幸死亡。顶礼拜六一直落大雨，街路积云甲面街淹水，路树倒去也引起土石流。市长派司宣布这个州紧急状态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